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潘老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圖書，叫做《西遊記》。相信有好多同學呢都會聽過呢個故事㗎喇。呢本書總共將故事分為10個章節，而今日呢，潘老師就準備同大家分享第1個章節，叫小石猴出生。從前有一座山叫花果山，山頂上有一塊石頭。有一日，呢塊石頭突然間裂開咗啦，崩出一個石頭蛋。一見風，呢個石頭蛋呢就變成咗一隻小石猴啦。呢隻小石猴嗖地一下，從石頭裏面跳出嚟。佢學爬，學走路，眼睛呢仲射出2道金光，射向天上面，驚動咗天上面嘅玉皇大帝啊！嗰隻猴子喺山裏面走啊跳啊，吃草木，喝山泉，採山花，摘山果，同啲猴子一齊玩，好開心啊！有一日，一群猴子去到山澗裏面洗澡。猴子望住山澗咁話：呢股水唔知道喺邊度嚟嘅呢？我哋今日就去揾下佢嘅源頭去玩咯。佢哋順住山澗走啊走，見到一股瀑布飛泉。猴子們拍手咁話：邊個能夠鑽進去揾到水嘅源頭而出嚟就冇事嘅話呢，我哋就讓佢當我哋嘅大王啦。小石猴聽到就大聲咁話啦：我進去，我進去。佢眯埋雙眼，縱身就飛咗入去瀑布飛泉裏邊啦。當小石猴轉到瀑布裏邊，佢睜開眼睛一睇，原來洞裏面係冇水嘅，上面仲架住一座橋，橋下邊有石頭做嘅座椅，有石頭做嘅床，有石頭做嘅盤，仲有石頭做嘅碗。正當中呢，仲有一塊石頭，上面寫住花果山水簾洞。小石猴跳咗出瀑布之後，猴子們就問佢啦：裏面究竟係點㗎？水有幾深㗎？石猴就回答咁話啦：冇水㗎，裏面有一座橋，橋邊有花有樹，真係一座好好嘅石頭房子。能夠俾我哋好多好多嘅猴子入去添。猴子們聽完小石猴嘅話之後，就話啦：不如你帶我哋入去瀑布裏面睇下。於是小石猴就往瀑布裏面一跳，仲叫到：你哋全部跟我入嚟。小石猴入咗洞穴裏邊就話啦：你哋剛才唔係講過邊個能夠入嚟，出去之後又冇事，就讓佢當大王嘅咩？我而家入咗嚟又出去，出去又入嚟，點解你唔仲叫我做大王啊？猴子們聽完之後就馬上叫了起嚟啦！大王，大王！從此以後呢，小石猴就成為咗猴子們嘅大王啦，仲取名叫美猴王。各位同學，《西遊記》嘅故事暫時講到呢度先。其實成本書仲有9個章節係未講嘅。如果同學有興趣，不
不妨去到學校圖書館借閱呢本《西遊記》嘅圖書。呢本書特別係適合1、2年級嘅同學去借閱嘅。今日就講住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聽完潘老師嘅分享，同學仔係咪好想擁有呢本圖書呢？快啲掃描一下熒光幕上面嘅2維碼，或者撳一撳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，你就有機會喺早會度被抽中獲得呢本圖書同埋校長、老師一張即影即有嘅合照㗎啦！請同學踴躍參加啦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